點準備，隨時起步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前面快閘嘅馬咧埋面位置係平凡騎士啊，中間有白河飛區啊，日起美麗都前啲喎。咁啊出邊位置就係嗰隻加州動員嚟㗎。咁啊大約第5位嘅馬啦，外邊粉紅帽啦就優才啦，第6位係球星啊，響入邊紅黑直間衫啊米奇啦，後邊嗰陣啦還笑響內欄咯喎，響到出邊藍白環間衫咧，後邊就包裝福星啊，後邊5匹馬啦，有木共享響尾5就綠色衫嘅，出邊係大球開心啊，後邊3匹馬分別有桃花開啦、榮耀領先啦，暫時殿後捉住嚟跑喎，係嗰隻竹園嚟㗎。好啦，過咗呢個咧就係1004米嘅斷柱跑對面直路啦，放頭嘅馬原來係平凡騎士啊，上第2位就加州動員啦，後邊嘅馬有一氣美麗啦，內欄第4係白河飛區啊，第5位出邊係優才，中間第6白衫係球星啊，內欄第7位仲有米奇啊，後啲嘅馬啦有包裝福星啦、還笑啦，再後邊嗰5匹馬但求開心，綠衫尾4係內欄位置，仲有隻有目共賞啊，後邊3匹馬分別係桃花開、榮耀領先啊，暫時就仍然係中間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向嘅係後邊彎啦喎，前面次序都冇乜咁大嘅喐動喎，平凡騎士之前啊田蘭放啦，第2位就加州動員啦，內欄第3位有白河飛區啊，外面係一起美麗啊，第5位嘅馬分別係優才，中間第6位咧就係球星啊，內欄米奇啊，後邊嘅馬包裝福星還笑啦，後邊5隻但求開心，尾4內欄有目共賞，後邊3匹馬分別係桃花開、遙遙領先，暫時殿後，仍然係竹園嚟㗎，入直最後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嘅馬咧都仲係平凡騎士㗎，然後外邊位置一起美麗上緊嚟啊，內欄位置仲